这个年近40的女人是个女海王。这晚她正和一个男人在酒店激情缠绵，深情的眼神很难让你怀疑他们只是初次见面，就连窗外的烟火都被映衬得无比绚烂。激情过后，女人潇洒地准备离开，男人询问她的姓名，女人却以只是露水情缘，以后将天各一方为由拒绝透露。她叫英恩，是一个不再相信爱情的女人，在她的眼里，永恒的爱情远不如在当下尽情享乐。任何男人在她的眼里就如同橱窗里的衣服，可以按照心情随意更换。英恩是服装公司的设计组长，此时忙得不可开交的她接到闺蜜的电话，竟是要赶去帮她抓小三。原来富二代闺蜜智叔发现自己养的小奶狗模特竟然背着她找女人。英恩冲进酒店，小奶狗看到她浴巾都吓掉了，智叔也冲了进来，气势十足的样子，扬言要亲自手撕了他们。英恩准备离开，在电梯里与那晚的男人再次相遇，缠绵的夜晚仿佛就在昨日，可两人都默契的谁也没有说话。正在电梯即将关闭的瞬间，小奶狗冲进来解释这只是误会而已。男人默默地看着，对眼前的这个女人似乎燃起了兴趣。缘分就是这样妙不可言。餐厅内，男人再次听到女人的声音，听着女人把一夜情说得如此轻描淡写，对她更是充满了好奇。房间内，两个女人的战争已经结束，从眼前的战况判断，小三毫发无损，反观智叔已经是狼狈不堪，羞辱和背叛席卷了他，只能拿起烈酒压抑心中的苦楚。英恩感到智叔已经醉得不省人事，显然已经忘记了今天他父亲给他安排的相亲。情场受挫，他对这种家族安排的相亲也提不起兴趣，便提出让英恩顶替他前去。英恩碍于会长的压力，只能硬着头皮同意了。来到餐厅，两大海王再次相遇，而且还是在相亲会上。英恩本想应付下便离开，但忙碌了一天，饿着肚子的他还是被桌上的美食吸引，自顾自地坐了下来。男人叫在国，这次也是被家人骗来相亲的，不料却有了意外收获。看着眼前的女人丝毫不搭理自己，还在相亲的场合埋头工作，对他充满了好奇。英恩匆匆离开，此时接到组员的电话，得知这次的大秀还缺一个摄影师，想到刚刚男人身旁的相机包，在街边搜寻着他的身影，男人却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。英恩主动提出可以给他介绍一个兼职，对他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英恩还不知道，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炙手可热的摄影师 Mr. J。 眼前这个高大帅气的男人是一位知名摄影师，他的作品都深受各大品牌的追捧。不婚主义的他只想随心而活，现在他却夜不能寐，摇晃着手中的红酒杯，心里想着那个给他带来太多意外的女人。打开了智叔的个人社交账户，知道了前来相亲的女人并不是真正的智叔。次日，他如约早早地来到拍摄现场，摆弄着手中的相机，镜头却对准了工作中的英恩。果然，工作中的女人是最有魅力的，众人都把她当作业余摄影师，担心能不能顺利完成拍摄。英恩向他交代着拍摄细节，在国却认为这是他的作品，该由他来决定。模特一一就位，在国也进入了工作状态，专业的调整模特的站位。小奶狗却执意要站在 C 位，众人也被在国的摄影技术折服，感叹就连知名摄影师都得甘拜下风。完美主义的在国还想要修正照片，但是英恩忙着将画报拿去给合作方确认，在国让他等待10分钟就好。英恩看着打印出来的作品，对眼前这个男人似乎也多了一份欣赏，坦言他已经远远超出他的期待，十分满意他的作品。英恩和组员们辛苦1年完成的作品，却并没有成功通过，并不是他们设计的不够优秀，只是在这个现实的世界，金钱才是王道。竞争对手给出了3倍的价格，合作方的选择自然不会是他们。组员愤愤不平，偷偷来到会场，拍下了所有未公开的衣服款式，准备都发布到网上，让他们的努力也付诸东流。这一切却被英恩发现了，他很理解他的心情，但是不希望他做出一个设计师最不能做的事情，应该最明白作品对于设计师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他也不会就此放弃，打算再去找到合作方，用实力让他们改变决定。两人的对话也被门外的在国听到，看着女人的背影，眼中满是欣赏。这个男人拥有最完美的侧颜，所有女人无不被他迷倒。好友道勋邀请在国来到酒会，他原本不想来的，却得知英恩也会去，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。他真正的相亲对象智叔也来到了酒会，却不小心差点滑倒，在国一把将他拦腰护住，认出这个女人才是真正的智叔。而智叔看着男人帅气的容颜，一见钟情，抑制不住内心的悸动，看着男人手中邀请卡的名字，误以为他是道勋。在国在人群中寻找着英恩的身影，无意听到他和组员的对话，一路默默跟着他。英恩找到合作方，将自己设计的画报交给他，希望他能重新考虑合作的事情。对方虽然感到很可惜，但是已经和其他公司签约了。英恩说服装就是他的青春，设计也是他不会放弃的梦想。合作方却认为这些都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，不然也没办法完成。虽然有些残忍，但这就是现实的世界。在国在门外听到他们的对话，径直推门而入。合作方一眼就认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摄影师 Mr. J。 此前不断联系，想与他达成合作，却都被回绝。在国拿起画报，直言因为他刚刚的言论，两人之间不可能再有合作。本想借此秘密试探他是否是真的喜爱自己的作品，还是为了他的名声，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。合作方十分震惊，眼前的画报竟出自 Mr. J 之手，懊恼自己刚刚是犯了多大的错误。英恩也很震惊，
在国竟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摄影师。在国却说之前就说过要互通姓名了。回想到两人的第一次邂逅，询问他为什么一直装作不认识自己，英恩直言没有应该认识的理由，便转身离开。在国以智叔的名字叫住他，同在酒会的道勋与正牌智叔也纷纷回头。英恩直言自己并不是智叔，在国却说他早就知道了，随即叫出了英恩的名字。误会纠葛的四人还将发生怎样的故事呢？我们下集再见。